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2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昨晚 F-16战机摔落海，军方一直咧派人伫咧搜救，目前有找到战机的外壳碎片，不过飞行官本人到今也未找到。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个本土病例，也增加92个带病入境，而且当地旅客到台湾随做 PCR， 这阳性几率是真悬的。天气冷起，农民渔民开始防止寒流的损害。云林关农业处也讲，这阵冷空气可能会到拜6礼拜。讲到飞行官陈奕昨驶着 F-16战机出去训练，不过所发生摔落海以外，军方到今一直派人伫咧搜救。今早起10点外的时阵，要找在地渔民来斗找。根据着国防部上最新的消息，是有找到这战机的外壳碎片，不过飞行官本人到当时也未找到。拿手中的物件举悬，这块看起来亲像是飞行机残骸的物件，有可能是这届试验飞官所在飞行机顶的物件。在是10点半钟后，这位民众找到第一块疑似残骸了后，就陆续发现4块大小不一的残骸。喺條褲內底，是外口的。所以是伫迄个人市内出来。飛機嘅對隻河。我唔知，我橋迄地足大地啊。應該到一個高路啦，大概這個飛行機應該是喺這個附近嘅。找到的人拢是当地人，因为熟悉着地形，热心来斗相共。不过军方随着邀集着相关的人员，前往民众发现残骸的所在来扩大找，其实救人的行动为前一暗开始就无停止。这时直升机伫个疑似失联的靶场附近一直来回来飞，嘛传出有发现着降落伞，不过无人来证实。无愿意讲家己名的搜救人员讲，中岛过后退掉，岸边的零件都更较清楚。预估到暗时6点涨潮进前，拢是会当找到飞行机甲飞官上好的时机。记者林伟霆、王刘婷、陈显坤家己报道。讲到这届 F-16战机发生意外，目前事故原因也正在调查。即摆也发现讲，这个发生意外进前，飞行员有甲战机的无线电麦克拍开。另外，也有军事迷去翕到讲，这战机的减速方式挺开的情形，也因为这两个动作不是一般情形会出现的，敢是飞行官对战机无够熟悉，目前也正在了解当中。就算是暗暝，风刮透，拢是爱来找找失事的 F-16V 的战机。搜救人员在空中海上是无放弃任何的希望，都是希望赶紧来把这飞行机啊个飞行员救起来。到目前为止，海巡署总共在海上派出1舰7艇，在海岸嘛派出45车处，总共是155人处。在空中的找找嘛是无停过。等来看这届事发当时，这失事的战机是准备做一个大角度对着地面来做炸射的演练。飞行员是出现到一直离着这无线电麦克的状况，佮加上现场有民众是翕到讲啊，这飞行机的减速棒是开的状况。前 F-16的教官是认为讲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这个无线电通话钮在最上面，哦，然后另外底下有一个东西叫减速板，可以很清楚看到后面2个减速板是全开的，哦，那看起来它是整个全开的，然后又无线电，除非他这个人手是这样抓着，那为什么手会去这样抓着？我所接触的人，包含我自己在内，都不可能有做这个动作，因为我不需要去动它。另外，这个对着地面的炸射的科目虽然是基础的科目，不过前空军副司令张元廷是分析啦，这届飞行员也算是真少年，真这种的失事原因都有可能。那又是海天一色，又是大角度投弹，高度不断的变化，空间不断的变化当中，造成他很多的负担呢。他在单位时间1秒钟之内要顾虑到10几样事情，那他对一个资遣飞行员来讲是严苛的。那在这种严苛的状况之下，而发生的这些遗憾的事情，有可能，所以我认为要从复合因素来探讨，这不是单一的因素。因为店嘛建议空军尽量来收集航空迷所翕的相片，来分析这个事故的原因，嘛避免未来佫出现到相关的状况。记者张志雄、陈立芳、王伟雄综合报道。接落来，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个本土病例，也增加92个带病入境。讲到这92个是伫咧机场落地采检阳性的有58例，居家检疫验出阳性的也有34例。今仔日这个飞长途的航班到台湾了后，也验出16个确诊，这阳性的几率是真悬。另外，针对着染疫解除隔离条件，也要做一寡修正。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这表格今天我们稍微有一点更动，
好，那你们本土的案例有4例，哈，没有死亡的个案。那总共的境外移入92例，啊，58例是昨天早上到昨天半夜，落地采检，所检验出来的阳性。那34例是居家检疫采检。那今天早上进来人稍微多一点，是287人。那总共阳性的人数有16名，它的阳性率是5.57。如果他不是所谓的重症需要进到加护病房的状况下，要符合所谓的3个条件，那就可以解除隔离，那进行后续的自主健康管理。这里面当然就是症状缓解、退烧，那而且距发病时间已经达10天以上，检查说他的呼吸道检体连续2次都证实是阴性或者CT值大于30，有这样的一个3个条件，就符合解除的隔离。咱的政府有规定讲，这飞长途的旅客若准踏到台湾土地，就要做 PCR 采检。桃机场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早起表示，昨有8个航班就掠到58个确诊者，这阳性的几率有到9.3%。今仔日前6个航班有200多名旅客也验出16个确诊者。伫检疫区快速 PCR 检测了后，阴性放行的旅客人员就替因全身消毒，尽量伫1小时内完成所有的流程。中程航班落地采检措施，10月开始，因为年关要到啊，返来台湾的旅客嘛真侪。但美国的疫情是，美国疫情蛮严重的。那你觉得台湾的呢？台湾这个就做得不错。1月12这天率咧到桃机视察的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表示讲，伫咧10月这天的8个航班采验出58个人确诊，阳性率有9%遐悬。也若伫12这天已经来到台湾的4个航班内底，有采检到15个人确诊。有200，看起来是200出头的人，那里面大概有15个确诊，15个，比例大概是7点几%，那还是蛮高的。除了人员加强机场消毒，伫咧10月这天，嘛因为采验的仪器无够的问题，致使这个采验的流程有较慢。伫10月这天的暗时啊，嘛会将采验仪器甲增加到上100台。本来从这个20台仪器，现在已经增加到101台。医护人力一直都没有问题。那我想这个也是浮动的调整，看看班机这个来的状况，里面载多少人，我们就会去，因为现在都预先会知道那所以就知道说要排多少人。王必胜强调讲，有设好20个生物安全操作柜来确保这个操作的安全，而且为着要来应付真侪航班，同时来到位的情况，嘛检验甲分做2组，安尼通话规个作业流程加顺真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目前带病入境的病例是真济，就立委积极交通部，这桃园机场的感染管控教育一年才做2届尔，根本训练就无够，而且对拜2开始入境进前的采检变较严格，致使阳性几率也称悬。立委也批评讲，已经知影要晚年啊，转来的人是会愈多，风险会变较悬。虽然是有严格伫咧管控，不过进前有时间唔准备，即马煞变做是乱糟糟。当天旅客入境采检即马较严格，边境查检的确诊数增加，互第一线桃园机场工作人员压力真大。立委批评，伫去年10月，交通部就知影春节进前会是回国的高峰，早就时间准备演练，不过应变敢若无够。我们从9月、10月，去年2、3个月前就一而再三提醒，今年一定会有这样的状况。当初能够做不做？因为加了 PCR 在第一线验。那有些航班比较久，光验就要4个小时，要4个小时，对，所以这个过程会比较长一点。立委批评，长程的航班加严体检了，若是有长通关的时间，要阳性的旅客伫咧等机室采检室等了3点外钟。立委批评讲，桃园机场相关人员的教育训练严重无够，有第一线工作人员讲，卫福部去年1年只敢若协助桃园机场做过2遍的教育训练。基层将家己研究防疫准则，怎么出现浪胖才来接管？感控的这个教育训练，在过去这2年来，1年只有1次，必须加强这些感控教育训练的场次跟它的品质。这个目前已经在进行，然后前线指挥官也在现场做指导。针对疫情升温，交通部讲，
全力配合指挥中心，加强场站的清消。除了同机场以外，将要建立春节运输高峰的箱体，饮食的政策也有可能会改变。目前虽然暂时是维持保持社交距离就当烫水烟、食物件的规定，不过若疫情有再有变化，就会配合中央启动加严的备案。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侪民众3钱要去注射疫苗的第3档，偏偏这个欧盟抗变种病毒是真高位。国内就专家表示讲，这注第2档的疫苗的人，因为疫苗保护力大概是3个月后就会无效啊。所以去年9月去注第2档的，差不多12月时阵就渐渐失效。若准无赶紧来注第3档，恐会到伫咧2月初时阵，恐惊就会发生社区大流行。Omicron 病毒都入侵国内社区，真侪条传播链继续滚加。新冠肺炎防疫科学园地团队以国外家庭的传播链为例，指标个案确诊7天内 ，Omicron 加护感染几率差不多是3成 ，Delta 差不多2成。那确实做过第3剂，传播风险应降低28%，无注疫苗人风险增加41%。尤其是做第3剂，应较有效对抗 Omicron。家户他是有打了第3剂的话，它可以下降46% 感染这个 Omicron 的风险。那如果是没有施打的话，可能会增加4%。专家指出，完整做疫苗的民众，疫苗保护力差不多伫3个月了后失效，推断国内2月初到2月中可能有社区大流行。那做第3剂加强，速度有够紧，以逐工做20万人来算，来真紧就用伫2月初将 RT 值控制伫比伊较细情形之下，群体保护力就会伫2月2日恢复。那一工做15万人，3月初才控制疫情，愈延后发生群组感染加社区大流行的速度就会更较悬。当我们的 A 粒疫苗降到30% 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红色的这个警戒点，如果我们 NPI 还是没有办法挡得住这样的一个情境感染，在2月初到2月中旬之间，如果不打第3剂，那么就会爆发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大流行。陈秀熙表示，台湾差不多20%人完全无注疫苗，伊建议除了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先注第3剂，政府也应该针对第3剂无同款的疫苗精准时效性来注，特别是 A 剂疫苗族群，应该是上头先来注。安尼才能避免社区大流行，减少当增加转移机会，互民众维持新常态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为着要防止疫情摊开，桃园即马设37个社区注射站，民众随来随注。这日期若准是起的，就是注莫德纳；若准是双的，就是注 BNT。另外，市长郑文灿也讲，最近一直有国中以下的囡仔确诊，呼吁中央这疫苗就要开放，予7岁到12岁囡仔来注。今日是桃园社区注射站开放注射的头一天，透早陆陆续续有民众过来注射站要来排队注射。今日上日是拍 BNT， 明仔载日是拍莫德纳。提醒民众过来注射的时阵，要会记得把你的记录卡做伙查过来。社区注射站外口环境一直提醒做疫苗抢牌，因为疫情清悬，市府开设37个社区注射站，伫桃园各区，互符合资格民众伫徛街附近用做疫苗，要拼第3剂疫苗注射率。不过第一天，做人较无济，有部分民众只注特定的抢牌疫苗。不是我打莫德纳啊，因为今天是 BNT 嘛，那我们明天早上再来。我2剂都打莫德纳了，所以我不想不想住8行的对了。我1、2剂都是高端，然后第3剂是 BNT。那是看到有医师建议说第3剂可以打 mRNA 的疫苗。规国的民众来住伫桃园，唔免有约登记，随到随住。有民众知了后，马上打电话通知亲戚朋友。市长郑文灿早起也到注射站巡视，甲早起10点半，中平活动中心已经有超过250人来住。面对病毒考验，防疫工作未当放定。国小的这个阶段，7岁到12岁，目前并没有疫苗接种的这个计划。那我们希望中央可以讨论。那因为国外的文献。那疫苗是可以接种到国小的学童，那希望赶快做成决定，也确保这个7岁到12岁的孩子的防疫安全。
桃园12为中了一间国小附设幼儿园到电子厂，各到食品厂拢出现确诊个案。台湾产表示，课咧采检相关人员了后无阳性确诊，只是最近一直出现高中以下学生囡仔确诊，也呼吁中央紧急开放7到12岁囡仔应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某一间病院内面有2位护理师甲1位护理师的男朋友确诊。伫北投某一间邮局甲便利商店也有确诊者去过遐，今仔日暂停营业进行大消毒。台北市政府对外公布讲，今仔日有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所以市政府要提早准备加强版本的专职防疫旅馆。也若桃园的国小是提早休寒，新北市的部分目前是未对的实行。教育局才发现暂停营业，北投明德邮局有确诊者行踪，暂停营业大清消。同一条街的便利商店虽然有开店，也因为有确诊者到这暂停营业。台北市一间病院有2位护理师甲1位护理师的查甫朋友确诊，12个有一个本土确诊病例。台北市已经提前准备加强版专职防疫旅馆。目前为止大概是300到400间，那这2天就请他们开始准备。现在都是居家检疫嘛，所以而且很满。那比较不容易转换，那我们希望说新的旅馆会先优先来做专责防疫旅馆，我们就会先准备200到300间，那多一点的时候大概400间。那现在还是以医院为原则。新北市严加代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去视察防疫家庭者、防疫巴士甲公车防疫清消措施。面对桃园国际机场疫情拖到社区甲校园，桃园市宣布国小、公幼甲妇幼提早1礼拜休寒，14就是这个学期最后一天上课。目前新北市暂时无对咧做。新北市全力协助大家把疫情防疫做好，当然会视我们的疫情的变化，再做滚动式检讨。因为我们现在校园的防疫落实性贯彻到底，大家都全力以赴。侯友宜表示，目前新北校园防疫一直要求3级防护健康5关键，伫食饭时阵也无取消用隔板。现阶段落实防疫上重要。针对疫情，新北市府会一直去做好滚动式检讨，会甲桃园台北斗阵作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咱国内疫情是越逼越逼，台南市教育局11时宣布讲，这学校去到外县市的户外教学先拢来暂停。不过落尾说解讲，若阵已经规划好势啊，学校会当家己决定敢要来举办。老师伫台下顶认真教册，学生仔嘛乖乖伫教室内底上课。不过今仔日原本是希求国小毕业旅行的日子，却因为疫情的影响，只好延期。我也感觉到小朋友心里面好像不是那么 OK 了，因为他们已经有好多个小朋友的家长已经提前在这2天都已经自动取消。原本很期待啊，然后就变得很失望。期待真久的毕业旅行要延到什么时阵，也唔知影，学生仔拢感觉真失望。台南市教育局11宣布讲，因为国内本土疫情又搁开始滚价，下关市的户外教学拢爱暂停。不过有部分学校已经规划好行程，所以嘛，甲政策做一寡调整。学校若是斟酌考虑过家长的意愿、地区的安全性，还有防疫规则等等的条件，就会当家己决定敢要办下关市的活动。如果这3个项目呢，学校都深思熟虑过了之后，决定还是可以按照原定的这个规划去做户外教育，所谓闭集，那这个时候学校可以自行决定。我想因地制宜的让学校去做这个处置，或许是更为周延。所以昨天又微调了这样一个做法。根据教育局的统计，月底进前，包括高中小，目前已经规划好户外教学的学校，总共有36间。教学学校详细考虑过，才家己决定敢要办理。另外，针对休关开始的学生辅导，还有营队活动，是维持办实体活动原则。不过，若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疫情警戒要有关到第3级，嘛会请学校取消活动办理退钱。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地头的新闻，昨透早4点外的时阵，伫高雄的9如2路发生警察车撞路边乌托邦意外，害4台乌托邦是去互弄甲飞出去。警方表示讲是巡逻的警员赛车赛到一半，伊身体向无爽快，才会造成这款的意外。去轰动的这个乌托邦会找车主来讨论赔偿，也要求这名警员就要去做身体检查。机车半暝好好停伫停车格内底，画面倒手边一台警车雄雄冲出来，连续弄4台机车，其中1台阁互弄甲飞出去滚啊公笑。事故发生伫11号半暝4点外的高雄9如2路，连续弄击的声音嘛，互附近的居民踹一条。蹦蹦蹦，咱一路，因为下面一条电话一条嘛，拢
我们没有，因为他们是撞停车格里面的。等来到事故现场，路顶防弄甲毛一空搁刷位，警方留2条请车主甲分队联络。做事的33岁苏姓警员，迄天甲孙子做伙执行半暝4点到6点的巡逻，想要到车开到一半，身体煞雄无爽快，才会弄到路边机车。加在当开车的员警有1点侧伤。收假以后上班的第一天，那为什么会突然身体感到不适？我们已经有建议以及安排该名员警前往医院做那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检查。警方表示，苏姓警员酒测无酒精的反应，平常时冇伫运动，可能是日夜温差伤大，才会造成身体一时无爽快。若后续检查有问题，会搁调整职务。目前嘛有主动联络机车防弄的车主，因为是直近的时发生的事故，后续的赔偿会用保险来赔。记者陈环武、柯建准高雄报道。中国国民党最近对公投到立委补选，还佫罢免是连续3届的选举失败，有基层认为讲这是党主席朱立伦的问题，甚至要求伊就要落台负责。朱立伦今日表示，伊会担起所有责任，也若下晡的中常会、中常委会提案召开董事会议，邀请拿赢的县市首长和其他的头人讨论到党内路线。朱立伦我保证，讲会扩大这个决策的口啊，也会继续来拼。国民党伫1个月内经过4大公投，中二立委补选，还佫有罢抢3连败，引起党内检讨的声音。有真侪人拢甲这个箭头指向党主席朱立伦，要求讲伊着爱下台负责。朱立伦伫12这天亲身上火线来回应，伊讲选输互人骂这是应该的，嘛会甲一切责任甲担起来。党的失败，我必须要一肩承担所有的责难。都应该向我来。你选输了，当然被骂是应该的。我都绝对欢迎，包括赵少康董事长、韩国瑜市长、侯友宜市长、卢秀燕市长等等，大家来共同决策。那我也都会征询大家的意见。对党内路线是不是要调整做甲亚做中央选民？朱立伦定调3大方向。党的路线永远是坚持中华民国、爱台湾、争取少年的认同。迎战年底的细选战，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来建议讲，中央爱扩大决策，还佫有中央的常委来提案，爱来召开董事会议，要求拿赢14个县市首长、历任的党主席，还佫有精英领袖者来展开大破大立的检讨。朱立伦嘛有因讲，绝对会来扩大这个主管。好，因为现在大家可以讨论关起门来好好的辩论一下路线这个支持第一个主席下台这个我不支持我觉得现在在那个多事自救的时候，反正中央应该要稳住。朱立伦强调，无论是党的提名、重要政策，拢来开放予归党的人来提出意见，会来汇集力量，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哪位讲，眼前上界重要的就是爱稳定军心，大家都爱好好来敲切讲年底这个选战要安怎甲跑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物件是一直在起价，消基会出面呼吁讲，这政府应该爱去调查最近这起价敢是正常的机制，而且也爱有这个控制起价机制，甚至查价起价店家。那对这个民众的部分是会当增加综合所得税的免税额，来消透民众的生活压力。最近原物料价小起真凶，嘛带动餐饮业对咧起。面对物价安尼来甲凶界界，民众讲实在是记载袂牢。消基会伫今仔日12来召开记者会，认为讲进口关税调降的这个状况下，是安怎业者已经有吸收到好处，还佫颠倒无甲反映伫物价顶悬，还佫要来化气咧。你得到政府的好处，请问是进到你们的私囊？还是为什么没有反映到我们的物价？我们是不是有联合垄断的这个力量？政府监督是不是有到位？消基会认为讲，伫目前这个起价的趋势，应该都要先背回清楚是毋是正常的市场机制。因为这个经济观察，疫情发生以来，2020这个物价年增加率是有落较济，到2021年才转做小可起。疫情恐惊毋是这波起价主要的原因。政府机关都爱来加强观察，也是讲来甲调关免税额来替民众甲下包甲固调。政府可以考虑调整一下综合所得税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及薪资扣除额等等的这个税制应该大幅的调升。后续一波一波的涨价，根本就吃掉了我4% 薪资上涨的购买力。
消基会认为讲，即马都得要过年啊，特别是伫个主计总处才公布讲，2021年前11个月每个月实质的这个经常性薪资年减率是0.05%，这是2017年来头一遍出现负成长，代表讲民众实际这个买的能力已经有探退落来，政府应该要有较立接的作为。另外，公用费率嘛要甲坚冻起来，安尼才会当来维持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艺术家沙古柳牵涉到甲人草台风波，北美馆伫早起发出声明，决议要停止沙古柳代表台湾馆参加这届威尼斯双年展。北美馆的声明决议要停止沙古柳代表台湾馆参加这届的威尼斯双年展。声明当中强调，会用上界悬的专业标准，促进对艺术发展，反对任何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也因为这件甲人草订案件引起国际艺术界重视，为着台湾的名声，避免别人把重点放伫草大风波，才会做出这项决定。伫咧中部的中州科技大学有收对乌干达来的外国学生，不过这寡外国学生却是跳出来指控学校，讲因拢无摕到奖学金，老师拢用华语伫咧上课，根本听无，甚至因着爱去上夜班趁钱。对立委和高教团体表示，这几年有真侪外国学生来到台湾了后，拢去互学校糟蹋，要求教育部要严格审查，而且是对即马开始就要清查。For the 2 years I have been in Taiwan, I have moved from working over 10 hours a day, spending 3 nights without sleep, eating pai gu fan or 40 NT dollars as a meal for weeks. 乌干达的学生可能是头一届公开说明过去2冬伫咧台湾读册读无成，煞正做大夜班学工的欲望，无希望有更较侪外籍生甲伊共款，互人糟蹋。They promised us that they would grant us scholarships. And we would be taught in English because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I didn't know even how to say ni hao. 互可能指控的中州科大教育部初步认定涉嫌重大违失，要求限期改善，也列做专府学校。即马嘛，就要停止招收境外生。立委范云甲民间团体指出，这几年来新南向专班常常咧逼出违法工作，也是超时工作。说落来，阁是这种非专班收外籍生的问题。教育部若是阁唔检讨改善，台湾的国际形象就会一再受迫害。你要苛责学校。要提出充分的经费，要提供完整的语言协助，要给予生活支持、奖助学金、专业师资，不然你政府你大可限制他们招收境外学生。相关的补助要不要再追回？我要二问劳动部，这如果不是强迫劳动，那什么才是强迫劳动？Collins 目前已经转学到政治大学，修的课阁是全英语上课，也用伊家己的力量来行伊欠的债。不过，民间团体甲立委范云强调，教育部就要确保学校的条件有够有合格，审查通过才会当收境外生。针对过去无审查过的境外生教学，阁较爱赶紧展开清查，莫阁互台湾的高等教育互人利用来做人口贩卖。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韩，因空军有一台 F-5E 战机在下晡摔伫山区，一个飞行员不幸亡生。另外，美国有一架医疗直升机，伫当地时间11，也是摔落去宾州加费城的甲界，飞行机顶头4个人，包含一个婴仔，拢活落来。另外，伫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也发生一台轻型飞行机摔落来意外。韩联社所翕到画面。失事上来 F-5E 战机破碎机身，也伫咧首尔南平经济岛的华城山区。南韩军方证实，迄当阵飞机顶即个一位姓沈的驾驶军官，也已经不幸殉职。根据了解，这台 F-5E 战机已经服役36冬。11月到1点44自基地起飞了，就出现引领导火警告信息，尾仔就发生摔机的意外。姓沈的军官想要逃生，也毋过不幸失败。南韩自1970年代开始，就自美国买差不多200台 F-5系列的战机服役，不过2000年了，已经发生过几多遍意外。伫美国有一台医疗直升机，当地时间11月到差不多1点外左右，摔伫咧宾州加费城交界上达比区一个教堂外口。迄当阵飞机顶有3位机组员，甲1位破病的幼婴，本来是要甲囡仔送到费城的儿童病院，不过煞不幸摔落。好佳在4人拢即个受到轻伤，而且顺利送病治疗。The injuries were non-life-threatening. Yes, exactly. It's a miracle. It's an absolute miracle. It looks like it's too low.
And by the second time my wife gets up, we realize it was terribly wrong. See the tail of it kind of like swinging like this. 另外，伫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一台塞斯纳4公里双引擎的轻型私人轻航机，随到敢若是引擎故障，无法度飞到附近的机场跑道进行紧急的迫降，不幸摔伫咧玻利维亚南边的乌尤尼，机顶2位驾驶甲2位乘客拢受伤送病院。意外发生的原因也该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讲到其他国家的难民，若准备入去欧洲，拢会先走去中东的黎巴嫩。不过这几年黎巴嫩的经济变歹，连在地人也想要逃渡。这逃渡坐桶啊，可能就要付出性命的代价。伫咧过去，互人叫做中东明珠的黎巴嫩，不正请行，也是叙利亚甲巴基斯坦等国的难民要去欧洲的跳板。不过，2020年贝鲁特发生大爆炸，互政治甲经济危机愈来愈严重，本国的人民也开始向外移民。伫北部湾地中海黎波里，民众无心情搁在看美丽风景。像今年34岁，本来伫咧超市工作的穆萨讲，伊即卖薪水连伊上下班的交通费拢无够，不过厝内还阁有某甲3个囡仔要饲。去年11月想要偷渡去意大利脱碳。هلا هو قال ما في شيء مضمون بالبحر، اسمه بحر، ما في شيء مضمون فيه. نحن بنعمل اللي بيقدرنا عليه الله، وصلنا ما وصلنا بيكون قدرنا، يمكن نموت بالبحر. يعني انا قررت اطلع وموت اخرها ما عندي مشكله. المهم انا اطلع خاطر بحياتي كرمال تعيش اولادي. 结果，穆萨甲其他90位偷渡客上船了，互军方发现伫后壁入，要让船的引擎阁故障，互军方掠着送回去，4000美金的偷渡费用的火花期。不过穆萨无死心，还阁伫咧找机会要出发。像穆萨安尼4个人伫咧黎巴嫩真多，联合国难民署的资料显示，去年自黎巴嫩出发要去欧洲的难民，至少有1570人，其中有186个黎巴嫩人。不过，伫进前2019年难民总数才270人，包括有40位黎巴嫩人，人数伫咧2年之间就增加4-5倍，因为有需求就出现人蛇集团。كتير لبنانيين بدهم يفلوا، كتي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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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تير، يعني نص الشعب اللبناني بده يروح ما عنده هنا، ومستعد يبيع بيته، يبيع سيارته، يبيع كل شيء، ما عنده أي شيء، بس المهم طلعني. 原本伫咧黎巴嫩开豪车的司机伊布拉辛讲，伊即个为本国的人民服务，2年来伊已经成功偷渡了100人，伊做练习也是生活所逼的。一若偷渡的行情自2500到7000美金，即个175公里远的欧盟国家塞浦路斯上属。أكيد أنا لو ما اشتغلت هالشغل هيدا كنت أنا حفل مثلهم. 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讲到这2天天气是冷叽叽，伫分林的农民甲渔民拢开始对抗寒流的灾害。农民是用这个网炸风固定农作物，渔民是抽地下水到气温保持水温，卖互这个沙漠气来寒死。分林县农业处就讲，这阵冷空气可能会到拜6礼拜，也请农民渔民就要特别注意。这载农民来到田里采收大冬仔，收成员赶紧将防风的塑胶布扭来挡风。表面农作因为强风的吹势损害无法度收成。看这就是较袂冻伤，较袂互做风来吹的拢起机就歹啊，就无啦，迄款继续就做歹啊。除了农民要防寒海，来到大溪沿海养殖专区，这载毛养殖户依然赶来捞青池，要提高养殖鱼温的含氧量。无好翕水药啊，翕水含啊。好。今日冷气团来说，有大溪养殖户表示。12号早时气温只有12度，虽然早时气温会回温，但毛真侪养殖户赶紧来补地下水来保温，随时注意气温的状况。阮即款咱放蛤蟆，伊的管即个窟窿就用较浅啦，浅了水嘛浅，水浅了，你温度降落来，足紧的就降到下面落去啊。所以讲吼，沙漠鱼壳拢挡我袂牢。五年关农的徐老师，这波强烈冷气团，伊可持续会寒到拜6和拜日。沿海的垦地区域，阁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低温，还有农渔林务业做好相关的防洪措施，以减少航海损失。记者为您报道。台东县的往来式卡当咧传出，去年选去互中国禁止了后，这15000栋拢爱转做国内内销。国委会含台东县政府拢一直咧拍拼推动，目前外销含国内卖差不多2000栋尔，这表示讲爱继续来拍拼。不过，接落来伫咧台东的
东河关3月也有1000多栋的乡镇特别大出啊！即马公所是利用马拉松活动请人客来交关。往来设客这么大出，农民正伫咧采收，因过受到中国停止进口的影响，年产量有15000多吨的设客要安怎销？农民甲政府拢正头疼。台南县政府到其他县市推销，台北集运公司也斗相共买。县府伫咧台中市推销了30栋，伫最近也阁甲金门县合作，用设客换高粱酒卖了10栋。县府统计目前已经卖了200多栋的往来设客，其他的销售公道也卖出900多栋。因过农委会资料显示，去年10月往来设客的产期开始到年底外销有800多栋，怎么讲起来才1900多栋，也无到年产量的1成，也阁爱拼。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团购，或是说有民间有人想要逢年过节送礼。台东县的水果收落来，一个东河乡小青旁顶的满润西亚柑仔类的水果，第3月份要上市。公司为了要帮助农民促销，办台湾邮局的路跑活动，即马开始报名。公司讲，路跑临旁顶节，一个山谷内面的高陪你走。那我们会沿着东二山往里面跑，然后经过我们非常受游客欢迎的登仙桥，因为那边是猕猴成群，所以然后也会所以这是主打说猕猴可以陪你跑。台南县的经济可农业加观光，县府除了努力伫咧做农特产品的销售管道，农民也让思考安怎做出维持产销稳定收入的经营策略。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赛车行苏花改经过花莲中德路段，却定定无注意到在超速者规定的限速，就一台掠超速的翕相机伫遐，敢若伫咧去年就掠5000多件，这罚单的金额加起来也要到5600万啊！在九线166.5公里向南出苏花改的中德路段，伫派出所头前电话亭后边一支测速翕相机，去年就处地5138件，为国库入销5600多万。在地人拢知影，经过这所在要减速到50公里以下，按过外地游客都无清楚咯。到村庄应该要减速，没错了。因为这边有时候怕小孩子冲出来啊。或者是老人家喝酒醉的啦，怎么样的哈，行动不便的慢的啦。因为我们是当地人，所以我常开应该是还好。但外地人的话呢？外地人的话应该不清楚。很容易被照到，对不对？对。关警局交通队是表示，这路段因为苏花公路出口道路变直了后，赛车人真紧就加速违规。不过说，测速翕相机了后，加上疫情因素，违规数量也明显减少。去年所统计，我们有从46000多件，已经有减少了11000多件，主要是疫情的影响造成，还有民众的出游的意愿不高。根据警方资料，花莲全县有32支固定式测速翕相机设备，路边无定时也有临时雷达测速。警方强调，此地是为了防止超速，才袂发生事故，绝对毋是要互倒一个所在处地工具正做变速王。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丰原新宝村的村民甲东泰纸厂因为污染问题抗争20多年，去年有一间9成环保科技公司来成立，甲这个已经停工的东泰纸厂租土地，讲是要来做这纸类产品的原料。今日业者也召开地方说明会，不过这双方是无共识。双方一句来一句去，互相咧对呛。中华丰原上百位新宝村民伫咧说明会，对9成环保科技公司设厂提出强烈质疑。因烦恼抗争20多档的东泰纸厂污染案会搁再重演。9成东泰租这块地，租5年要来做纸，我的原料是纸板，我的成品是纸量。东泰纸厂捌伫咧2013年到2014年之间，互中华环保局查到9摆违法排放，撤销排放许可停工到单。9成环保科技公司伫去年成立了后，向东泰纸厂租地设厂。12召开地方说明会，表明未来是要收购国内外的废纸箱、纸板，加复萃了后，成做复合式的纸类产品的原料。制作过程袂漏水，嘛袂排放废水。当地村长是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过表示当地有纸厂污染的案例在身，互相要建立信任是真无简单。伊讲伊甲承租的是当然是一部分，但是伊还佫有一寡算讲做纸的机械，拢还佫伫遐啦。所以阮即摆上惊就是惊这点。
款团是质疑九成甲另外一间东王科技纸业公司头家是同一个人，敢若甲东台纸厂关系未解清，可能是换一个名继续做纸业。业者跟他们说，我们已经通过所有的许可证，但是其实地方政府是不知道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法其实很可恶。你在先让民众说我已经同意啦，政府已经同意啦，所以你们不用再挡我了。如果有去申请工厂设立啊，会先来环保局这边来办理一个叫做行业别要不要申请环保许可的相关的查注意见嘛，目前是没有看到他有送什么资料过来。中华环保局强调，目前无收到九成甲东王公司的营业申请，无法度判断是倒一种行业别，应该爱用什么法规来列管。九成公司是表示会按照村民的要求来拟定新律师，也欢迎民众来参观就业，一切公开透明。记者综合报道。黄金海度假村规划要起伫台东避南的嘉路兰，这个案件早起进行第5届的环检查初审，为着要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开发单位减少房间数量，对450间降低到390间。不过，当地部落的族人也是表示反对。环保团体也讲，这个案件已经20年经过啊，经过15届的审查拢无过关，这代表问题拢无法度解决。目前专案决议退转去事业主管机关。为台东来的嘉路兰部落代表徛伫抗议布条后面，透早5点，因就为台东坐火车来北上，为着就是希望伫下早的宽屏专栏小组会议当中，表达部落坚决反对黄金海度假村的开发。我们今天我带着部落族人的心声，我们是坚决去反对这个开发案。台东蓝为什么漂亮？就是它的自然景观。我想台东不需要过多的开发。下早环保署举行黄金海度假村第5届环检查专案小组会议，开发单位报告已经向嘉路兰、刺桐、都兰3个部落来沟通。就算案件89年就已经通过环评，比94年才实施的原住民基本法较早，但因嘛是会继续来沟通。私有土地当然是可以免取得这个咨商同意的，这个部分我们非常尊重部落的这个要求，我们会持续拜访，然后希望还是取得这个部落的这个支持。款团一期本案2000年通过环评，接下来进行变更，到今经过20年15届相关的审查，拢无法度厘清问题，案件应该直接退回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交通部观光局。开发单位是决定佮展现降低环境冲击的成绩，甲房间数佮为450间降成390间，嘛答应要撇开富山遗址设立遗址的缓冲区。记者林美丹撇图台北报道。高雄今年有26个商圈对拜六开始少年线拢会活动举办，不过即马疫情有淡薄仔紧张，民众除了爱挂水暗也袂当试食，另外也着爱磅体温甲实验者。阁有3礼拜就要过旧历年，高雄三凤中街有过年气氛，嘛已经有人提早出来款年货，赶甲一大包。想说人比较少，对，还是有点担心那个疫情。对啊，所以口罩戴很好。今麦豆拢会提早买，讲袂甲人接做伙，拢会提早买。为着要刺激消费，包括三凤中街在内26个商圈，对这礼拜六开始就有高雄过好年的活动。不过看到疫情有淡薄仔紧张，已经有确诊者来到高雄，店头家嘛真烦恼，因为袂当试食，加减就会影响到生理。另外，商圈嘛拍算加强防疫措施。一定爱挂口罩嘛吼，袂使试食。阮嘛是要过来装热像仪，阮嘛会喷酒精互店家。只要人客来买物件，阮拢会喷酒精，较安全。即摆人潮恢复大概有一半啦。看卖即个过年。经发局表示，去年因为五倍券甲高雄夜市券，大家商圈的收入都增加3成左右。今年拄到台湾灯会伫高雄，这个过年26个商圈准备真侪活动，希望继续带动消费甲买气。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咱讲知影，讲这阿里山的新木已经有2-3千年啊。不过林务局委托嘉义大学做调查，发现讲阿里山的香芋是几落丛南做火、夹做火，所以若准用树仔位来算，这树仔的火数恐惊是袂准的。那边那2根也是算它的很远。
嘉义大学团队开3天的时间，对阿里山巨木做实地调查，用种树心等等的方式检测，结果有新发现，因为看起来树围真快的松鹅，不一定是一丛尔。它其实有一些树看起来非常的巨大，其实是非常多颗的红块，大家合抱在一起的。合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髓心就会压缩，它有2个心哦，在这个同心环的这个圆状环状上面。研究团队发现松鹅因为树根浅，要提悬存活率，边仔较细丛的会挖过来，嘛发现因过用树围来估算树仔年纪的方式，嘛甲实际有出入。亲像较早推估的水杉巨木是2700年，即马算敢若剩1081年。香林新木原底推估是2300年，嘛修正变626年。不过像2号巨木，就对800年变做1915年，真侪巨木、新木拢有新年纪。但是以往的生长锥它的这个长度比较没有那么长那而且它大概是测量一些单点它不太会去做一些多个去取样那所以它可能推估的这个结果，那因为用平均生长这样的结果，它可能会有高估的情形。林务局表示，这个调查除了树木的年纪有更新，嘛发现巨木树轮的生长嘛对温度称悬正生长，代表这个松鹅受到气候暖化影响。这项研究嘛通正做未来气候变迁的观察资料。记者陈雅文、李旭凯台北报道。伫咧云林斗六的文安国小规划一个活动，互学生囡仔亲身去到社区，和时代学做草仔粿，囡仔人通学到传统文化，嘛会当甲老大人互相交流。手拿粿册，甲阿包入去内底，目睭斟酌看阿公阿嬷的动作，都惊有一步顶打去。云林斗南的文安国小和社区合作，规划实农教育的活动，互学生甲时代斗阵做草仔粿。阮今日讲负责教这个小朋友做这草仔粿，感觉袂歹啦。遐囡仔拢足巧的，第学足紧的，教导会啊嘿。现代囡仔是愈接使用科技产品，人甲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少。为着要互学生有无共款的学习机会，学校特别安排这个活动，佮互学生替这个时代能会合，就亲像照顾家己的阿公阿嬷。不错，很好玩的。平常没办法跟他们一起互动啊，觉得就是可以获取一些平常获取不到的经验。因为平常阿公阿嬷都要去田里工作。囡仔伊来社区，伊是这一个小小志工的服务啦。这个时代会当做这个草仔粿，这个记忆会当传予这个囡仔。现此时，愈少年的囡仔是愈罕得食草仔粿咯。学生囡仔遮尔认真学习，社区的时代拢感觉真欢喜。透过这个活动，唔但互社区居民的感情愈来愈好，咱传统的食食文化也会当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是对14度到15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1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點咱再會。